今天呢，就是我们从就是第三个在觉知呢，然后开始讲述，然后呢，在7种分类里面，我们已经讲完了现前还有比度的部分。那今天呢，就是从第6职业的在觉知呢开始讲解。那在觉知呢，就讲到说，通达引申自己的前量，所以通达之非量了之。那这个呢是在觉知的性象。那这边呢就提到说引申自己的前量。为什么会讲到说引申自己的前量呢？因为呢法身论师呢他在释量论里面讲到呢，凡是了知呢，他必定会有自己能够引申自己的前量，只是说他能引的后量呢，这二者呢是必定存在的。所以呢，一般呢，我们在成立前后世是否存在的时候呢，比如说前世呢，它应该是存在的，因为什么原因呢？那这个原因呢，我们不会直接呢去放一个什么东西，因为这个原因不是我们直接能够看到的，所以要再透由另外一个理路。那成立前后世成立的理路呢，我们会讲说以刚出生的婴儿呢为例，或者说以刚出生的婴儿有法。那这个刚出生的婴儿呢，他刚出生的时候呢，那我们知道说他出生的当下，他就具备了心绪，他就有了心事。那他这个心事呢，必定是有他之前的一个心事所引发。那同样的，那他之前的心事是什么心事呢？就提到说他前一世一定是为他前一世的心绪，然后呢延续到这一世来的。同样的呢，会用另外一个例子讲到说后世呢也应该是存在的。后世为什么是存在的呢？因为像以临终的人来说呢，那他这一刹那呢就是他的最后一刹那，那接下来呢他就会往生的这种来说，那以他的心绪来说呢，他的心绪并不会在这个时候呢就结束了，因为他会继续的往下延伸。那这个心绪往下延伸的时候是延伸到哪里呢？就是延伸到后一世。所以呢，就以刚出生的婴儿以及说临命终时的人呢，然后来以他们的心绪呢，然后由此来成立就是前世以及后世的存在。那所以呢，在这边呢讲到说引申自己的前量呢，那讲到引申自己前量的时候呢，就会提到说，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说，凡是了知呢，它必有引申自己的前量，以及呢还有接续它的一个它之后的一个了知。那从这边呢，其实不仅仅是法身论师有提到这一点之外呢，那其实呢，在世尊呢，他也有提到说，就是讲到前后世的这个概念。那在讲述前后世的时候，为什么要讲述前后世呢？因为世尊在世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最主要呢是有六师外道。那六师外道呢，他们有的呢是承许说就是要么就是堕长边，要么就是堕断边。那堕断边的呢，就是以顺势外道为主，因为顺势外道呢，它是不承许有所谓的前后世的。所以对于这种就是顺势外道他们的宗义来说呢，他既然不承许前后世的时候呢，那如果说世尊呢直接去跟他们讲述说，哦，前世的存在以及后世的存在呢，因为跟他们宗义是完全不同的缘故，所以他们也不会去接受世尊的想法。所以呢，世尊在讲述的时候呢，世尊就引另外一个方便，就是说众生呢，并不是死了之后呢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众生就是我们在死了之后呢，会投身到中阴。那这个呢，其实跟唯识派呢在讲述中阴的时候呢，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呢，然后去讲解的，就是特别把中阴身的有情呢，然后来出来。为什么要特别讲到中阴身的有情呢？就是讲到说中阴身的有情，那既然中阴身的有情，它也是有情的话，就表示说他的心绪呢，是一定是有一个新的续流。那这个中阴身有情刚出生的时候，他的新的续流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必定呢是有一个能够引申自己的前量，就表示能够一个引申他这个中阴身有情他心绪之中的心事的第一刹那，能够有引申这个心绪中第一刹那心事的一个前一个了知。所以呢，由此呢去成立说，那中阴身呢，他的前一刹那是哪里呢？就是前世的这一个人。那同样的呢，中阴身他的生命在结束的时候呢，那就可以提到说，中阴身呢，就是即将死掉的这个中阴身呢，那他在最后一刹那的时候呢，必定有一个他所能够引申的一个后面的了知。那这个后面的了知是哪里呢？就是到下一世去。所以呢，最主要呢，就是透由这个有一个能够引申自己的前了知。那引申自己的前了知之后呢，应该说中阴身呢，所以透由中阴身呢来成立说中阴身的第一刹那之前呢，能够有一个引申自己的前了知。那同样由中阴身的
最后一刹那呢，来引述出一个它所能够引申的后了之，由此呢来成立说前世还有后世呢是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呢，在这边呢，就是特别讲到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在觉知里面，它要讲到一个说引申自己的前量。所以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用中阴身它的升起中阴身第一刹那这个引申自己的这个前面的了知呢，我们也可以放这个引申自己的前量呢，然后来代表也是可以的。那所以呢，我们这边讲到说呢，凡是了知呢，它必定会有一个能够引申自己的前面的这个了知。那对于说呢，就是对于了知来说呢，那它是否能够引申自己之后的一个了知呢？那这个呢是有四部中医里面呢是有不同的程序。那以一切有部，那还有说像是随经教型的唯识中来说的话呢，他们呢就不承许说凡是了知呢，它就能够引申自己之后的这种了知。为什么呢？那他们所放的例子呢，就是放像是入无余涅槃的阿罗汉，就是将入无余涅槃的阿罗汉。因为入无余涅槃的阿罗汉呢，那他这个就是他现在是有余涅槃的阿罗汉，那他下一刹那呢，即将进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呢，那等到他进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呢，他新的续流呢就断掉了。所以就讲到说呢，入无余涅槃呢，就如同是灯灭一般，就如同灯熄灭一样。那它的续流呢就断掉了。那这个是一切有部呢，还有说依经教型的唯识中呢是这样子程序的。因为呢，他们会觉得说呢，就是当比如说我们点了这个酥油灯呢，等到这个灯呢灯芯熄灭的时候，那我们再用其他的火呢，再把这个灯点起来的时候，那之后所点的这个灯跟前面所点的这个灯呢，它并不是同一个续流，就比方说它中间的续流呢已经断掉了。所以像是一切有部以及像是依经教型的唯识中呢，他们就会觉得说，凡是了知呢，它不一定呢能够引发之后的这种了知。那当然呢，这是只有依经教型的唯识中，还有一切有部。那其他像是以中观中，无论是秩序派或是应成派来说呢，那他们都承许说呢，凡是心续呢，它的续流呢就是会不间断的。那所以呢，在讲到这个的时候呢，所以就像是一切有部呢，他们在讲述像是世尊的12相成道的时候呢，他们的承许方式呢，就跟上部中所承许的方式不一样。因为我们为什么会讲说是世尊的12相成道呢？就比方说，其实世尊之前呢已经成佛，那成佛之后呢，再示现了这12相的成道。但是对一切有部来说呢，他们并不承许这一点，他们会觉得呢，像一开始的入住母胎到圆满诞生，一直到降伏魔君呢，这些呢都是属于就是菩萨的示现，他那个时候并不是佛，他只有到成正等正觉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佛，之前都是属于菩萨的示现之外，并不是佛的示现，因为他们不承许说就是入无余涅槃之后呢，还能够他的新的续流还会再继续下去，所以呢，他们的承许呢是跟上部中呢是不太一样的。那总而言之呢，就是以上部中来说的话呢，是承许说新的续流呢，它一定呢会不断的接续下去。那所以这边呢，我们再看到就是在觉知的性上的地方呢，那就提到说，那既然呢它都会有一个就是所引申自己的前量，所以就讲到说通达引申自己的前量。那当然说引申自己的了知呢，它不一定是量啊。引申自己的了知它不一定是量，但是对于在觉知来说呢，它一定要是通达一个就是引申自己的前量，它的之前的这个呢，能够引申它的一定是一个量，所以才会提到说引申自己的前量。那这边呢，就是因为人们现在刚刚讲到说，只要是心的话呢，它都会有一个前续流还有后续流。那所以我就问人们界说，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那像是一般我们讲说我执，那我执它也是心啊，那我执它会有一个新的续流吗？就比如说像是我们在断烦恼的时候，那不就我执就没有了，那怎么会有个新的续流呢？那人们界这边就讲说，就是并不是说所有的心呢都是有一个后续的这个续流。那
这边讲的呢是讲到说聚支分的心续流。那聚支分的心续流呢，那通常讲述的是属于就是正确的了知，就是属于功德分正确的这些了知的话呢，那它一定会有续流的。那对于说像是烦恼或是我们所要断的这些，以最后有菩萨来说的话呢，它的下一刹那它就断尽了我执，因为它要成佛嘛，它断尽了我执之后呢，那自然这个我执呢，它就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续流，因为它的后续已经断灭了，所以它不会有一个所谓的新的续流。所以一般我们在讲说，就是正确的了知呢，就是无错误的一种了知的话呢，它通常会有一个新的续流。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以一切骗智来说的话呢，如果说一切骗智呢，它到最后它的续流没有办法延续，还是会断掉的话呢，那我们成佛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就等于是说，就像是外道程序像人死如灯灭一般，那就已经不存在。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你去成佛到最后好像也是就是什么都不存在，那好像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这样子讲的话呢，以理路来程序的话是会有过失的，所以才会讲说，只要是正确的心事的话呢，那它一定会有一个续流，因为它这个续流呢，会最后就是把它成为一切骗智。那再讲回到就是以我执来说的话，或者说以实执来说的话，那我执跟实执是否会有续流呢？那这个又有不同派别的讲法，因为有的派别它是说我执呢，它最后会转为就是一切骗智的体性。那有一派呢是说我执呢，就是当就是最后菩萨断除之后，它就断除了，它不会有一个新的一个续流。那也是有不同派别的程序方式。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讨论到说，就是凡是了知呢，它是否会有一个就是结生的一个后续呢？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就是以中观宗来说，像是秩序派、应成派，就是以上部宗来说的话呢，它是绝对不承许说有一个没有办法就是结生后续的这个正确的了知。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讲呢？因为如果说像我们正确的了知，说像是正的无常的心绪，或者说呢正的无我的心绪，它要是有一个最后刹那的话呢，那就会变得很奇怪。就比方说，它这个正的无我的这个了知呢，它在最后一刹那的时候呢，它的续流就断掉了。那续流断掉就表示它没有办法再接续下一刹那。那如果说能够这样子承许的话呢，那就变成说，我们也要去承许说有一个加行道的最后一个刹那。那加行道的最后这个刹那呢，它结束就结束了，因为这个加行道的最后一刹那，它没有办法变成见道的一个，它的体性没有办法变成见道，因为它加行道最后一刹那它就已经断掉了。如果说它没有一个能够结生的后续的心绪的话呢，结生后续的了事的话，就变成说加行到最后一刹那断掉之后就断掉了，那它跟见道之间彼此就没有一个连接性。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变成说每个道它都有一个它断掉的时候。那同样的呢，如果说你这样承许的话，就像刚刚讲的，那一切骗智呢也会有断掉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最后一个相续。那最后一个相续断掉的时候呢，那就表示说一切骗智具备一切骗智的有情是具备一切骗智的补特伽罗呢是佛。那如果说这一切骗智心绪断掉的时候呢，就表示佛它也同样的，它的后续就没有了。那就变成说要承许跟下部宗像是一切有部，或者说像是外道一样，或者说依经部行的唯识宗一样，就变成说要承许说就是有一个不能成佛的有情，因为他的心绪呢可能是在之前呢就已经断掉了，没有办法延续到成佛。但是呢，以一切有部还有像是依经部行的唯识宗来说，他们是承许这一点的，因为他承许说，就是你最后成佛，或者说你成为阿罗汉，在入灭的时候呢，那你的心的续流呢，就是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心的续流会断掉，就是如灯灭一般，人死如灯灭一般就断掉。那对他们来说，因为他们的宗义承许，所以他们也是做如是的承许。但是对大乘来说呢，这一点是完全不合理的，而且对大乘来说呢，就是以上部宗像是中观，无论是秩序派或是嘉巡派也好呢，他是承许说就近一乘道的。就近一乘道就是说，无论呢你是走小乘，还是说一开始你就是走大乘的，你最后呢都还是回归到大乘。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的心绪呢，他的心的续流呢，一定会有一个结生的后续。所以既然有结生的后续呢，就表示说你最后呢一定会成佛。如果你不承取这个就近一乘道的时候呢，你承取说这种正确的心事在中间呢，它有可能会断妙，没有结生后续的话呢，那就表示说有一个有情，他有可能无法成佛，因为他有可能他的心绪在某个时候就断掉了。所以这个对大乘
就对上部中来说呢，它是绝对不承许的。那这些理路呢，就是大家可以多去思维。那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在承许像下部中一样是承许说就是心事呢，它是没有办法，还有一个心绪它是没有结生后续的话呢，那就会产生非常多的故事。那就像刚讲的，如果说这样子承许的话呢，我们就要承许到说，像是资粮道跟加行道之间呢，就变成说资粮道它变成不是加行道的一个进取因，因为它们两个并没什么关系了嘛。因为资粮道的最后一刹那，它就已经没有结生后续的话，它就没有办法成为它的体性没有办法成为加行道，那就变成说资粮道不是加行道的进取因，那也就要成语说加行道它不是见道的进取因。那这样去类推的话呢，就会变成说非常的不合理。但是我们有讲到说呢，就是因为经论里面都有提到说呢，就是我们前面的资粮、加行、见道跟修道呢，它是能够成就一切骗智的方便，能够成就一切骗智方便，也就是讲到说它是能够成就一切骗智的因。既然是成就它的因的话，就表示它的体性会慢慢的转变。所以这一点呢，是一定要承许说，就是凡是正确的了知呢，它一定会有一个结生的一个后续。那对于说所断，像是我执或是烦恼来说的话呢，那有的人是说他没有办法成为一切骗智，因为呢，我们在讲说断除所断的时候呢，就是断除所断，它是连它的种子还有它的习气一起断除之后呢，所以它是没有办法再有一个结生的后续。但是呢，对于说我们一般所讲的分别心来说的话呢，就是分别心呢，它是有一个结生后续的，而且这个是共许的，就是我们承许说分别心呢，它最后呢可以变成现前，乃至它最后它的体性可以转变成一切骗智。虽然说我们讲说分别心呢，它本身是一个错乱知，因为我们知道分别心讲说它是错乱知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说提到说分别心呢，它对于有异共相这一点，就是它把它的显现境跟它的异共，它的显现呢会显现异共相，然后在异共相这一点错乱的缘故呢，称为是错乱知。但是它虽然是错乱知，但是它还是有办法，就是有一个结生后续，而且它的体性最后可以成为一切骗智。那这个呢，也是大部分的经典里面所共许的，所以在这边呢是共许的。但是呢，对于说像是烦恼品，就是烦恼品这种颠倒的这种了知呢，像是我执或是烦恼的这一些呢，那它是否会成为一切骗智呢？就它的体性或是否能转成一切骗智呢？那这个大家可以多想一想。那所以呢，就是这边呢，就是有人问到呢，就是说如果呢无余涅槃呢，是指说像是入无余涅槃的阿罗汉呢，他的心绪呢就是已经断除之后呢，那这样子的话，佛如何帮助其回小向大？那这边呢，就是讲到说，就是这个问题呢，它其实就是讲到就是关于中义的部分，就是呢，以下部中，像是以一切有部，还有说像是刚刚讲的经部行的唯识中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就近一乘道，就是上部中呢，它是承许就近一乘道的，但是呢，像是一切有部以及像是依经部行的唯识中呢，它是承许就近三乘道的，它并不承许说就近只有一乘道，它是承许说就近呢是有三乘道的。那为什么说就近是有三乘道的呢？就是三乘呢，就是像是声闻、缘觉、大乘三者呢，就是三乘道是无论就是哪一部中义师都是承许的。但是虽然说都承许有三乘道，但是呢，上部中是承许就近，就是你就近是只有一乘而已。但是以一切有部跟随经部行的唯识中来说的话呢，它是承许有就近是有三乘道的。那他们最主要的依据呢，是依据着解深密经，然后透过解深密经呢，所以唯识中去解释到说，就是依经部行唯识道中，他去解释到说呢，就是有三乘道，而且是有就近三乘道的，就是像是小乘的阿罗汉，无论是声闻阿罗汉或是缘觉阿罗汉呢，他入无余涅槃之后呢，那他就是如同就是人死如灯灭一般，就他新的续流呢就停止了，所以他不可能再回小向大，因为他的续流已经结束的缘故。那就像是依经部行的唯识中，那他们呢在讲述的时候呢，同样的他是承许到说，就是三乘呢，就是像是他也承许有回小向大，但是他回小向大的方式呢，就是并不是
并跟大乘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大乘为什么会讲说究竟三乘道跟究竟一乘道呢？就是承许究竟三乘道的呢，它是承许说像是声闻的果位，声闻的阿罗汉果位呢，它已经是究竟了。为什么是究竟的呢？因为它已经断除了它要成就声闻阿罗汉的这些所断，它已经究竟圆满的断除的缘故，它才能够成为声闻阿罗汉。所以对于声闻道来说呢，它是圆满的，所以它是究竟的声闻道。同样的呢，对于圆觉来说呢，它对要承办圆觉阿罗汉呢所要断除的这些烦恼，它都已经断除了，所以对他来说，你成为圆觉阿罗汉呢，你就是已经进入了究竟道，所以他也承许有个究竟的圆觉道。那同样的呢，他也承许说大乘成佛的时候呢，那这是究竟的大乘道，所以他是承许有究竟三乘道。但是对于说上部中来说的话呢，像是秩序派跟中观秩序跟中观义乘来说的话呢，它不承许有究竟三乘道，它只承许究竟一乘道。因为无论是呢你成了小乘阿罗汉，或是声闻或是圆觉阿罗汉呢，但是你其实都没有到达究竟，因为最终要断的呢，你还没有断干净，你还是有一些东西没有断除的缘故，所以它只承许究竟一乘道。所以讲到这边的时候呢，那就讲到说像是经部行的唯识中，那它也承许由回小向大，但是它回小向大是怎么样呢？就比如说一个声闻阿罗汉，他已经证得了声闻的果位阿罗汉果位，但是呢，他还没有入无余涅槃之前呢，他可以回小向大，他可以在没有进入无余涅槃之前呢，他可以他的新的续流呢，然后继续回向到大乘去，然后由此呢回小向大，但是等到他进入，在他没有回小向大之前，他进入无余涅槃之后呢，那他的新的续流已断，他就没有办法再进入大乘道了。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就是在中义里面呢，有究竟三乘道，还有究竟一乘道的差异。那凡是究竟一乘道的话呢，它是承许到说，你最后呢一定会成佛，无论任何一个有情，他到最后呢一定会成佛。为什么？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新的续流呢是一定会有一个结生的后续存在的缘故。所以在入中论里面呢，也有讲到说，就是在破斥下部中的时候，或者说他在破斥随经部行的这个随经部行的唯识中的时候呢，就有讲到说，如果呢照你们这种承许的话呢，就是你也要承许说，就是人呢不是所有的有情呢都可以是成佛的，因为呢你承许说五蕴就是补特伽罗嘛，但是五蕴断除的时候，补特伽罗同样就没有了，而且呢对于你们的宗义来说呢，新续呢新的续流它是可以断灭的，所以就这样就变成说，不是所有的有情都能够成佛，所以这就提到了说究竟三乘道以及究竟一乘道之间的差异。那虽然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讲述到说，就是所有的新的续流，就是正确了知的话呢，它都会有一个结生的后续。那虽然说我们是这样子承许的，那其实呢，我们在辩论场的时候呢，就是会提出各种的理路呢，然后来做这种答辩。那比如说呢，我们会加上一个时间的简别。为什么会特别加上时间的简别呢？因为加上时间简别之后呢，就会变成说，好像不是所有的补特伽罗呢，它都有一个结生的后续。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呢，就讲到说，今生此时的立宗者，或者说今生此时的这个回答者，以今生此时的回答者来说呢，那你是否会到来世去呢？那如果说你承许说今生此时的回答者会到来世去的时候，那就变成说今生此时的回答者他也是从前世过来的，那这个就变得非常的奇怪了。就比如说呢，我们就是为什么说加上时间简别的时候呢，好像会承许说你没有办法到后世去，因为就比如说你加上一个时间简别，就是一般我们讲说小明是不是存在的？小明是存在的，但是你加上说50岁的小明的时候呢，那50岁的小明是不是存在的？那50岁的小明他是不是妈妈所生的呢？他如果是从妈妈肚子所生的话，那就变得很奇怪，就变成说妈妈肚子生出来50岁的小明，跟妈妈肚子刚生出来的小明，这两者是同时间存在的，就会有这种逻辑上面的这种相违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是辩论呢，就是透由各种理路呢，然后让大家呢去做一个思考的方向。那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了，就是50岁的小明，他到底是不是妈妈生的？那我们先看到有人说不是。那如果说50岁的小明呢，他不是妈妈所生的话呢，那请问50岁的小明他到底是不是胎生的呢？他如果不是胎生的话，难不成他是化身？
那有人说呢，5岁的小明在婴儿的时候是妈妈生，那人们就说这个他当然知道，所以他问的是50岁的小明，就是不用加其他，就是光说50岁的小明他是否呢是妈妈所生的。那如果说5岁的小明呢是妈妈生的，就是说他5岁的小明他如果不是妈妈生的话呢，那他就不会是胎生。他如果不会是胎生的话呢，那就很奇怪啦，因为我们知道说人呢一定是胎生嘛，所以说除了就是杰出的人之外，因为在杰出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人呢是化身之外，那之后呢所有的人呢都是属于胎生的，所以如果说50岁的小明如果不是妈妈生的话呢，那你要说他到底是化身呢，还是卵生，还是什么生，这就变得很奇怪。所以50岁的小明呢，我们没有办法说他不是妈妈生的。那人切呢说他就先用，就是如果有人说不是，回答不是的话呢，那会有哪一些理路上的过失？那就比如说呢，如果说50岁的小明呢，他不是，就是说程序说他不是由妈妈生的话呢，那就变成说你没有办法程序说50岁的小明呢，他不是从前世呢，就是他没有一个前世，因为他不是妈妈生的。那他既然没有前世的话呢，你也不能程序说他有后世。那如果不能程序他有后世的话呢，那就变成说5岁的小明他不能成佛，因为他没有来世，他怎么会成佛呢？那如果这样去程序的话呢，那就同样的，它就是有非常多的理路的过失，那像是跟瑜伽限量啊等等这些呢，都是有过失的。所以呢，人们切呢就先以说回答说，50岁的小明不是妈妈所生的话呢，那具备这样的过失，就是有这样子的理路的过失。那就是人们先看到有人回答说都是妈妈生的。那如果说50岁的小明呢也是妈妈生的话呢，那请问在妈妈肚子里面这个50岁的小明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呢？那人们就看到说有人回答说不存在，他不存在妈妈肚子，那他到底是怎么生出来的？而且你已经承许说都是妈妈生的话，那照理说你不能够回答说不存在啊。那如果说有人是说50岁的小明呢是49岁的小明所生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49岁的小明是不是就变成50岁小明的妈妈了？而且不仅仅是如此，他生出来1年呢，他就直接变成50岁了。那这边呢，也有人讲到说，妈妈生时呢，就是刚出生的小明存在，但是50岁的小明不存在。那如果这样讲话呢，那就跟前面所承许的又相违啦，因为已经说都是妈妈生的了。那50岁的小明，他如果不是妈妈生的话，那他是怎么出来的呢？那在这里呢，就是讲到说有因为减别50岁，所以我们就说就是因为有减别50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加上时间减别的缘故，所以呢，你说是呢，好像也怪怪的；说不是呢，好像理路上呢也说不过去，所以才提到说，在辩论场里面才会提到说，加上时间减别的时候，是不是就有友情？它的是没有结生的后续的，就是会提到这个问题。最主要就是因为加上时间减别之后呢，你说是或者说不是的时候呢，就是回答起来呢，都好像理路上都会有一点卡卡的。那所以呢，对于上面的这个辩论呢，就是最主要呢是在县官的时候有提到，在县官的时候呢，这样在讲，就是在解释，就是轮回呢它是否有终的时候呢，然后会对这个问题呢，就是也会拿出来讨论，或者说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在讲述究竟一乘道跟究竟三乘道的时候呢，也会拿出来讨论，或者说呢，我们在释量品呢，在讲到就是释量论的第2品呢，在讲述到前后世的时候呢，那这些问题呢，都是会被拿出来讨论的。那所以呢，我们再回到就是课文，就是在觉知的地方。那在讲述在觉知的性象的时候呢，第一个先提到通达。那通达呢，就表示说它是能够证得境的。那它是怎么证得境的呢？就是通达引申自己的前量，所以通达就是它有2个通达。前面的通达是指说他自己呢是能够证得对境的，所以第一个是通达的意思。那后面呢？他所通达的境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呢？是自己的前量，就是已经证得了，他并不是新证，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是一开始新的时候是新旧的那个新，他并不是新证得的，而是之前他的前面的这个量已经
通达过，已经证得了，所以呢才会说通达引申自己的前量，所以通达。那我们在看这一段话的时候呢，就是要知道说，我们在理解说通达引申自己的前量，所以通达的时候呢，不能够仅仅从这个字面上呢去理解，就是我们要讲说通达所以自己的前量，所以通达是什么意思呢？自己前量的所以通达，就自己前量已经通达的缘故呢，那这是什么意思？他所能够通达的缘故，是因为前量证得的力量的缘故，所以才让他能够通达。所以他能够通达对境呢，并不是透由智力去证得，并不是透由智力去通达，而是透由他前面的这个量的力量呢去证得的缘故。那为什么说要特别去了解说这个通达引申自己的前量，所以通达是要理解到说是自己的前量呢已经证得的力量呢，然后自己去证得的呢？因为如果说我们光用通达所引自身的前量，所以通达，光这一点去看的话呢，那就变成说像是一切片质的第二刹那。因为一切片质的第二刹那呢，它是通达引申自己前量的所以通达，但是呢，差别就在于说，一切片质呢，它是自力，一切片质的第二刹那，它也是自力证的，它并不是透由自己的前量呢证得的力量让它证得，它并不是透由他力，并不是由前面的这个量所以通达之后呢，然后透由这个力量才去证得的，而它是透由自力证得的。所以这边一定要分清楚说，通达引申自己的前量所以通达所讲的呢，是透由前面的这个量证得的这个力量呢，证得的这个力量，然后让它能够通达的缘故。那所以呢，就是讲述到通达引申自己的前量，所以通达这句话呢，它有就是比较深的内涵，就像刚刚所讲到的。那这边呢，加上一个说非量的了知，那非量的了知呢，它自然呢就是去除掉了像是一切片质第二刹那的这一种，因为呢，它加上了非量的了知。那一般的像是松科巴大师呢，在放性相的时候呢，跟这个是有一点类似的，就是类似这种通达引申自己的前量，所以通达的非量了知是类似这个样子。那皎朝节大师呢，在讲述在觉知的性相的时候呢，他就有提到说呢，就是通达引申自己的前量呢，所以通达，然后此势力呢，就是此力，就是前量证的这个力量呢，还未消失之前，然后透由前量的力量呢去证得的。所以呢，这样子讲起来的时候呢，就提到说呢，就是在觉知呢，它具备了3个条件，就是第一个呢，它是要有一个引申自己的前量。那除了有一个引申自己的前量之外呢，那这个前量呢，它既然是量呢，它就具备了说已经通达的能力。那第3个呢，就是它除了有引申自己的前量，然后这个前量呢有已经通达的能力之外呢，要点的说，它能够通达这个对境呢，并不是由自己的量，它非由智力通达，而是由之前的这个量呢证得的前面的这个量证得的力量呢，然后去通达的，所以它具备了这3个条件。那虽然说呢，就是在觉知的性相呢，是讲到说呢，它是通达引申自己的前量，所以通达，就是呢，所以通达，我们就甚至可以说的所以通达之力，然后呢，所以通达之力在通达的非量的了知。那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呢，那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说讨论。那这辩论题我们之前其实有讲到过，说像是以就是直屏演示的第二刹那来说好了。那直屏演示的第二刹那呢，我们知道说它是在觉知。那直屏演示的第二刹那，它既然是在觉知的话呢，那它就有一个通达引申自己的前量，所以通达。那如果说它所通达的这个对境呢，是透由引申自己的前量以通达，那它的前量呢就是直屏演示的第一刹那啦，就是直屏演示的第一刹那。如果说它所通达的频子呢是直屏演示第一刹那所通达的频子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同样的疑问就来了。那它既然是第二刹那的时候，那它所证得的频子应该是第二刹那的频子。那这个第二刹那的频子呢，在直屏演示第一刹那的时候还没有产生。那直屏演示它连第二刹那的频子，因为还没有产生的缘故，在直屏演示第一刹那的时候呢，直屏演示第二刹那它所证得的这个频子，在第一刹那是没有
是还没有产生的。所以既然还没有产生的话，直屏演示的第一刹那如何去通达它呢？他连凭着第二刹那看都看不到，那他如何去通达它呢？那当然这也是加上时间简别之后呢会有的一个辩论。那同样呢，就是我们再回到就是前后式的这个理路的话呢，那其实就是加上时间简别的时候呢，在讨论的时候，它会跟事件这种名言共取呢，会有非常非常多相违的地方。就像是我们之前所讲的，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说现在正在教室上课的我们，那现在正在教室上课的我们呢，我们也可以去探讨说，那现在正在教室上课的我们，到底是不是妈妈生出来的？那到底是不是从前世过来的？那如果说都不是的话呢，那就变得很奇怪，就是变成说，此时正在教室上课的我们呢，也不是从家里呢出门之后到教室来的。然后呢，那就变成说，此时正在上课的我们呢，那此时的我们呢，在昨天的时候呢，它也是不存在的。那这样子好像就变成说，我们之前呢，在此时上课的我们呢，就在之前完全都没有在上课了，就是加上时间简别的时候，就是辩论题如果加上时间简别，那你再去讨论的时候呢，它会跟世间很多的名言呢都会有所相违。所以呢，在这边呢就提到说呢，就是非量的了知。那在觉知它这个非量的了知呢，那最主要所要断除呢，就像是刚刚所讲到一切片质的第二刹那这一些呢，就是要断除掉这些。就是避免会误以为说一切片质第二刹那呢是属于在觉知等等。那所以呢，在这边我们讲到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再去想到说，之前我们一直讲到说量所成立呢是基层的现象。那之前我们在看色类学的时候呢，其实不会有太大的疑惑，反正就是说，反正量所成立呢就是所谓的基层，基层呢就是所谓的量所成立。那现在学到心类学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思维到说，基层的现象里面所讲的量所成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可以提到说，其实一切的法呢，它都是量所成立的。那我们在讲说量所成立的时候呢，是提到说有一个就是本身就是量本身呢，它是可以证的一切法。就比如说像是一切片质本身，就是你不要提它的总相别相这一些呢，就是一个总的一个量呢，它是可以证的一切法。同样的呢，总的一个一切片质它可以证的一切法。但是呢，我们在讲述到量所成立的时候呢，它并不是这一种好像是我们这边一个瓶子，然后呢有一个好像在天空的卫星，那这个卫星呢就像是量一样，就是这个瓶子呢它被天空的这个卫星照到，所以叫做呢量所成立。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在讲说量所成立的原因呢，比如说瓶子它为什么是量所成立呢？因为有一个能够见到瓶子的量，就是直屏眼知嘛。因为它本身有一个能够见到它的一个量所看到，或者说所证得的缘故，所以你才能够承得这个东西是存在的，这个东西是基层，所以才说一切的有法都是量所成立。因为必定你只要是存在的话，必定有一个能够证得你的量的存在的。就像说瓶子为什么是存在的？因为有一个直屏的眼知是存在的缘故，所以我们才讲到说量所成立的意思是这个样子，而不是一个说好像跟这个瓶子完全没什么关系，然后一个远在天边的一个量的一个总相在那里，然后有量的这个总相呢，然后证得了这个瓶子，所以叫做量所成立，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辩论的时候呢，会讲到说一切法呢都有一个能够证得它的量，一切法呢也都有一个能够证得它的比度。那我们在讲说一切法都可以被量所证的，都可以被比度所证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好像一切法呢都有一个所谓的量的一个总相呢可以证得它，或是一个比度的一个总相可以证得它，并不是这个样子，而是有一个能够证得它的一个眼知，或者说直接能够了知它的这种比度存在的缘故。所以这个概念呢，就是大家要理清楚，并不是一个好像远远的，好像是像是卫星在天空的一个总量或是一个比度在那边，然后这个东西可以证得一切法，就是理解的概念并不是这样。那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在讲说康为觉知境呢是所知的形象的所知的性象的时候呢，那这个康为觉知境的时候，他所思维的理路呢是一样的。就是其实我们在学习经论的时候呢，其实蛮奇妙的，就是有的时候讲起来呢，理路好像是非常的困难，但是有的时候讲起来呢，理路呢又是很容易，因为只要通一个理路的时候呢，其实你就能够
很容易去举一反三。那对于说理路呢，就是讲起来也很容易的这一点呢，那我们到时候呢有时间再来讲解。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那像说水木其他等一下也有事情要处理，所以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